好，好啦，今仔日有较慢一丝啦吼。其实我甲你食早顿。先讲者吼，明仔早起，台湾时间明仔早起，即个迄课迄个热兰遮啥日子，咱就停课啦吼。我一直到8个对拢足无用诶。好，咱继续来看出师线第17页。本来想讲要逐个要读，结果敢若马文过来尔，所以咱先读落啦吼。人较侪，咱再来读啦吼。顶回咱读诶即段是婴仔出世了，志勤煞袂记得艰苦，就两个伫遐谈天说地吼。当着婴仔伫换煞拍断话柄吼。隔日就甲囡仔号名叫金星。真正声音啦吼，真声。假说是真理的声吼，真理的声。这是1896年5月23吼，就是金星一出世就已经是日本国啊吼。正亲像是讲，爸母去世。单身，清水溪边配良人，天使爱主靠祈祷。后一啊，无，敢若4句尔吼。等下再来解释者，我才想着讲，因为金星一出世就是日本国时代嘛吼，所以整个你若看日本看这个金星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吼，等于就是会当看到日本时代伫咧台湾发展的这个情形吼。约啊吼，伊是背景尔，伊嘛无特别去强调这啦，但是你会看得出来，比如讲伊读初中、读高中的时阵，日本时代吼，读小学就是已经是啊吼，你就看会到，咱以后看的时阵再来注意吼。好，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毋知为虾米款的迄种情怀啦吼，就是讲我一直足想要理解讲，我的阿公阿嬷、我的祖公祖妈，因伫日本时代生活的情形是安怎？伊是安怎咧生活的吼？我一直拢足有兴趣这个，但是较早资料足少的吼，即嘛就较侪啊吼，会当看到。我知影即个小家姐啦吼，陈柔縉吼。有一个较早敢若是记者出身的，我袂记吼。陈柔縉伊嘛是，我发现伊嘛是有即种兴趣吼。但是是因为伊工作的关系，所以伊就写几个本子就是去找找啦。应该是讲伊原来一直去找找讲咱伫日本时代，咱台湾人是安怎咧生活吼。有兴趣再去找伊的字来看，已经过身啦吼。这陈柔縉年岁和我差不多，但是进前几年因为癌过身去啊吼。温柔的柔，縉是是那边进调加一个迄个蜜字边吼，死字边啦。好，有一本我之前看一本叫做什么点我才袂记得10几番，无，你莫对迄个做学问的迄个角度去看啦，内底就人咧讲故事，所以足轻松的吼，读起来。有兴趣家己去 Google 吼，我才袂记本字叫啥。当然迄本内底足侪故事哦。看来足趣味吼。好，咱继续转来这只吼。拄则这四项这个姓氏歌，咱来个听，来看一遍吼。
正亲像是讲爸母气势独单身吼，因为即个即个啥志勤吼，伊老爸老母拢过身啊嘛吼，所以即嘛是本来是孤一个人，后来伊含一个叫做啥物姑，我袂记伊一个姑吼，是可能斗阵生活是安怎，迄个姑就鼓励伊讲啊，嫁互即个大川氏吼，含即个大川氏结婚。所以本来是爸母气是独单身，后来因为净水溪边配良人吼，伫即个大川是净水溪即边的人吼，净水溪边啦，迄个地名啥物事毋知啦吼。敢若敢若是净水庄的款吼，净水溪边配良人吼，良人就是指大川氏嘛吼。天属爱主克己道。等下我这是要哪断句啊？吼，这句道无更句道，毋知哪读。天属，伊这加一个海份，这足奇怪吼。对啊，应该是天属爱主克己道嘛。爱主伊是指迄个耶稣基督吼，三位一体，爸囝圣神吼。爸天爸囝的耶稣基督爱主嘛吼，天属爱主，所以是上帝甲伊的上疼即个囝赐予世间人替人来洗净，什么吼？这有诶无俗做吼。天属爱主克己道吼。我看觅啊，正亲像是讲这爸母气势独单身，因为逐字看诶拢。无啥物问题，无必要去特别去查啦吼。净水溪边配良人吼，天属爱主克己道。好来，继续后七页，第18页。咱17页咱嘛读几啊礼拜吼。哦，清早真生谢天因吼，歹势啦，我拄则想讲是耶稣基督吼，结果是讲天顶迄个上帝啦，因是基督教嘛吼。天赐互伊一个囝，赐互即个本来伊是独单身嘛，后来配良人，即嘛佫赐伊爱主吼。啊，克己道，咱之前即个故事咱有读过嘛吼。伊当阵惊讲出事无顺善吼，所以佫专工去请迄个上兄来祈祷吼。最后一句讲，清早真生谢天因吼，甲即个后生号名叫做真生来感谢上天即个恩典吼，伊是因啦吼，因就是恩啦吼。我看的是对一个腔口叫做读做因的，我用汉语查吼。漳州腔读因吼，泉州腔读恩吼，老泉腔恩啦吼，恩爱，这是恩吼，恩啦吼，我这个音其实无啥要烦吼 ，ir 我会晓 ir 我毋知要安怎烦吼。哦，漳州腔讲恩爱吼，恩惠吼，泉州腔是恩爱恩惠。好，来，转来小说家。好，过来是第6章。忽然定头生，故事还未读，毋知影为虾米忽然间定头生啦吼，咱来看，可能是志勤到尾信主啊是安怎吼，就是受洗啦吼。因这定头生可能应该是讲受洗，伊含大川氏吼。1897年2月15日吼，过当年啊吼，拄着伫净水溪边里外路有一所在叫做牧羊庄，即
即句其实也袂了吼，咱来看拄着啥物吼？因为有草埔，因为有草埔步姜真济挺好饲羊。我毋知啥物叫步姜呢？一种姜晓，因为有草埔步姜真济，步姜真济挺好饲羊。查者我已经袂记啥物叫步姜，虽然我读过一遍，也袂记啊。步姜 ，P-O-U 第五声 ，K-I-U-N-N 第一条吼。哎呀，我伫咧切换迄个输入法，佫袂记。O-U 第五声，我无步姜啊。看一下册台语。步姜，1931台日新史书吼有收步姜。伊汉字步就是步顶迄个步啦吼。伊即只是读第五声，但是一般是读步啦吼，新步嘛吼，阮新着新步。姜是一种。若鹿啊，比鹿啊较细只的一种动物吼，叫做步姜，所以毋是指迄个姜母的姜吼，毋对吼。我本来想讲是姜母的姜，因为有草埔步姜真济，挺好饲羊。我毋知步姜真济含挺好饲羊有啥物关系？是毋是讲步姜真多，所以食草真暗，所以挺好来饲羊？可能是安尼，药的啦吼。好，庄外有一间庙，庄外有一间庙，逐年2月15就做老热吼。OK， 所以拄则当着啥物？当着即个庄头当咧做老热啦吼。一开始所以规句长落长讲无，规段看无了，毋知你讲啥吼。来，咱搁对头来吼。忽然定头生，第6章忽然定头生。1897年2月15日，拄着离净水溪边里外路吼。里外路就是一里较加啦吼，外就是外，一里外就搁较加足侪吼，毋是干那较加尔吼，两字来强调讲比较加搁较加一撮啦吼，搁较加一寡吼，里外路吼，即个外里的用法，可能毋捌早过来看觅啊吼 ，GOA 第7声。第一个是外面吼，第二个是有偌济人吼，但是偌济人有诶腔口，我记得我较早敢若是听着南部诶同窗，因会讲偌济嘿，偌济嘿，我较惯是讲偌济啦吼。偌济人吼，偌济啦，我惯是讲偌济人吼，偌济吼。食无过说迄个
第二个啦，第二个叫做，就是拄仔讲外面，这是第二个规则，第二个规则是加淡薄仔加淡薄仔，比如讲10外日，就是比10几日10搁加几工100外100搁统一日若讲外，我毋知伊敢会收即个词，而且外伊是无关心放外结外，我讲的毋是这意思即台语大专收一个词叫外，规则是无关心，我毋捌学过即个词即个词我今仔日才学着放外结外，就是那 outsider 就对啦，放外安尼，和你无关系但是我即下讲的迄是外，所以迄像声调佫无共外，可能爱我嘛毋知声调要安怎写无就无，准煞。来，拄着伫净水溪边里外路一里较远的所在，有一所在叫做牧羊庄伊的庄头的名伊无写汉字，我无介清楚。牧羊是叨一字牧，叨一字羊？牧羊净水牧羊，因为家己学啦，我毋知汉字要安怎读，安怎写因为有草埔步场真济草埔就是发草的埔嘛台语埔就是平地的意思啦草埔，因为有草埔步场真济，挺好饲羊挺好学一下挺好可能关系讲台语的人讲华语的人嘛袂晓讲挺好。听要汉字是一个听啥物的听啥物的听哩挺好。规则是随便拢好啦，凊彩安怎拢好啦挺好。讲安怎拢好无介好，随便拢好，挺好。我的语感有感觉挺好，拄啊好的意思呢。我看一下日文版，挺好。差し支えない，拄啊好嘛，这应该就是拄啊好意思。我用日文词典查一下以上，差し支え我这直接用汉字拍我差。七，两个是五，第五，过来是假名，字卡黑。ない使えんねん。差しない。ない。差し支えない。就是 no objection allowable. Having no objection allowable. 差し支えない。挺好讲是无反对啦日本的规则是会使啦挺好就是会使对，挺好就是会使啦另外一个规则是ずるいにできる，ずるい会使我感觉这个会使就是
真适当的规则吼，听好就是会使吼。Zruini de kilu， Zruini毋是歹势 ，Zii 吼，迄个毋是 Z 了吼。我直接拍汉字吼。汉字随意随第5，我毋知有敢有特别的汉字写法。第5意第3声。Zini de kilu， 我先查者，无呢。敢是汉字写法无共。Zii， 罗马字 Zii， 汉字写法无共，歹势。Zii 就是 voluntary。Optional, free, elective， 所以是 optional 咯。Zini de kilu， 哎呀 ，Zini de kilu， 你。de kilu， de kilu， Zini de kilu。Zini de kilu， 绝对毋是即个意思。我即个歹势哦，我找一个ChatGPT 一下。翻译日文 ，translate。Zini de kilu， ChatGPT 翻译是安尼。伊讲，即个表达有一点仔奇怪，日语内底一般是袂安尼讲，日本时代的讲法吼。Zini de kilu， 就是若要硬要解释，讲意思就是凊彩啦，吼，自由过来，凊彩来，自由来，凊彩你要来就会使啦，吼。无怪伊英语安尼翻译吼。好，来转来遮吼，听好，拄则讲会使吼。另外即个凊彩即无，我感觉无适合啦吼。听好买，听好买就是会使买。譬如讲，你身躯拄仔有钱，听好买吼，就会使买吼。听好讲，会使讲吼。
我感觉直接安尼翻译都足准的啊，精准吼。听何讲是安怎？即、个人哦，即、个人诚老实吼，听何讲？听何讲啥？一下例讲袂出来吼。話をして差し支えない吼，拄则讲差し支えない就是讲会使嘛吼，就 allowable 吼。話をして差し支えない。聽何討？聽何討就是請求甲得起了，就是聽何甲討安尼啦吼，会使甲討啦吼，所以会使拢是足拄好的即个翻译。好，来转来小说家，即个甲关起来。好，小说家是讲，因为有草埔部长真侪听好饲羊，会使来饲羊吼。遮有真侪草埔有真侪部长，应该会使来遮来饲羊。庄外有一间庙吼，即遮拄则讲草埔，这是你形容。是咧，主要是要描述即个所在啦，牧羊庄吼，牧羊庄，所以你讲到牧羊庄，你就想到讲啊，有一片草埔，吼，足大片的草埔。即卖伫台湾，你要找草埔的所在，安尼足困难，足学的哈。庄脚较有啦吼，我是讲，庄脚可能嘛要看所在吼，因为一般拢产地嘛吼。无啥物草埔啦，讲伊在伫台湾要找草埔就困难嘞。好，庄外有一间庙，好牧羊庄的庄外有一间庙，逐年2月15就做老热。庄外有一间庙免过节啦吼，逐年2月15日，2月15免过节，就做老热吼，做老热。做老热什么意思？做老热日文叫做马子里啦，吼，什么祭典吼，对，做老热。这要查书店可能老热查一个老热 ，JIAT 第8声数理法来个切换，定拢袂记。LAU 第7声，热 JIAT 第8声。老热3个过节，台语大词典收3个。第一个繁华繁昌，繁华繁昌吼，繁华繁昌。第二祭礼，这礼是典礼啦吼。祭礼，第三个婚礼或者是葬式的时所赠送的礼物吼。第三个是礼物啦吼，第二个是礼仪典礼吼。后来繁华繁昌，比如讲闹热的所在吼，厝气渐渐闹热吼，我这个热我关系难引起啊吼。第二，明仔载。就祭典嘛吼，明仔载过年有老热，迎老热吼，这就是即马即只讲做老热的意思吼。过年有祭礼，有祭典吼，迎老热就是看迎什么神啦，因为祭典都含神有关的吼，迎什么神吼，会老热吼，迎老热。第三是婚礼装饰的时阵赠送的礼物，譬如讲第三包钱甲伊闹热吼，包钱甲伊闹热吼。即种讲法当然我会晓，但是我较早袂认为讲即个闹热就是礼物啦吼，包钱甲伊闹热。当然，婚礼会使包钱甲伊闹热啦吼，装饰包钱甲伊闹热，讲起来就感觉怪怪吼。当然嘛是有即个意思啦吼。好，来转来小说家吼。
看一下啊，楼骹几个人？剧本毋知方便要起来读无？芭比可能无方便，我拄则甲邀请吼。金浩兄吼有兴趣来甲你邀请，欢迎你来含阮斗阵来读吼。即个 Coke， 毋知你有兴趣吼？敢若我含马文尔啦吼。拄则其实一开始吼，秀子女士有入来，但是我迄当阵倒无用你传 set up 有诶无诶吼。当然是较失礼啦，因为我拢片段拢时间要到啊，才开始吼，但嘛无用几部，所以可能有代志就先离开啊吼。好，咱甲对顶回最后一段遮，顶回遮最后一段遮。甲读到拄则即个第6章即遮吼，啊，偌侪人着读，不管啦吼，着敢若我含马文，着我含马文来读。来，马文咱一人一道吼，啊，咱较紧诶啦，咱一道读几纸诶啦，几段诶吼。婴仔出世了，志勤煞袂记得艰苦，就两个伫遐，谈天说地，当着婴仔伫换，煞拍断话柄。隔日就甲囡仔号名叫真生，假说是真理的声。这是1896年5月23，来马文，麻烦你，大家睇袂要紧哈。我马文个，来方便。着你，后摆啊，是毋是拢无声啊？好，当做你读了吼，我拢无听声。互我先离开一下，再搁入来吼。我已经入来啊，马文，你先毋通落跑呢，你先甲我救一下来。啊个我袂使做主持人呢，我袂使做主持人呢，敢会当搁麻烦一下？好 ，OK， 啊，所以有听到我诶声吗？马文，你小讲者，马文，我嘛是搁无听到你诶声，我是毋是？我歹势，有啦，我有开啦。Hello，哇，装写就对了。对啊 ，Clubhouse 问题呢 ？Clubhouse 问题呢，要安怎？好啦。Hello， 有听到声无？
安尼有无？安尼嘛是无。好啦，我无法度啊啦吼，啊，无可能搁另外开房啦吼，我要直接用 YouTube 啦吼。好，我继续吼 YouTube 吼，方便的，请你开 YouTube 吼。啊，因为我实在听袂到恁的声，所以恁嘛无法度读啦。恁读我就毋知恁读到倒位吼。所以咱今仔日就继续甲解说落吼，后一回后一撮再来读吼。第6章，啊，马云甲芭比是毋是咧讲话啊？恁讲话我无听呢，所以我实在毋知要安怎吼。我今仔当做全世界，敢若我一个人，我著甲上好了吼。我看下时间44分啊嘛吼，剩15分啊，我甲读好了就好啊吼。读到时间到了，我意思是安尼吼。讲起大川氏，原来是穆永贞姓陈人的囝吼，大川啊吼，陈大川吼。细汉的时，互净水溪边，丁秋英是分去做养子哦。细汉的时呢，互即个净水溪边叫做丁秋英氏吼，丁秋英啦吼，应该是因即个杨爸的名吧吼。丁秋英氏吼，分去做养子，所以是毋是叫做丁大川啊？我毋知吼。即摆姓陈的亲人也搁故叫来讲吼，讲啥？讲志勤去要看老热吼。净水溪边。OK 好。大川氏本来是牧羊庄的人，因为去互即个净水溪边即只做养子吼。啊，结果呢，即马娶某牧羊庄迄边呢，姓陈的即边嘛是当请一顶轿来吼，要跟即个志勤去看老热，就是请伊去斗老热啦吼。好，水边有一个善乡老婆仔，叫做义五嘛吼。伊也去因亲人兜吼。好来，即段搁甲读落吼。即段甲解说一遍吼。讲起大川氏吼，讲起即个大川氏，讲起啥物呢？讲起伊的身世啦吼，后壁无讲吼。但是讲起大川氏，原来是牧羊庄姓陈人的囝吼。原来是牧羊庄姓陈的人的囝吼，这逐字拢知啦吼，免解说。细汉的时，互净水溪边的猫咪人分去做养子吼。细汉应该免解说啦吼，做囡仔时阵叫做细汉。净水溪边这免解说。丁秋英吼，这人名这免解说。是丁秋英氏吼，后壁佫加一个氏吼，猫咪氏吼，啥物名就对啦吼。有时仔是讲姓，有时仔是讲名吼。丁秋英氏吼，
分去做用字吼。OK， 用字就是养子啦吼，用字应该无必要特别去现词典吼。即嘛是即个动词叫做分去做用字吼。大家会用即个分字来写来描述讲你去 adapt 一个用字吼，英语叫做 adapt 嘛吼。adapt 应该 adapt adapt 吼 adapt， 大家就用分即个动词吼，分去做用字。一般你会甲囡仔送人做养子养女的吼，绝对一般啦，一般是厝里几若个啦吼，啊，嫁出来种出来就对啦吼，嫁出来种出来吼，分互别人，所以用分即个动词来分吼，来 adopt 吼。我要好啦，学一个英语的吼。ADHOPT 啊，我应该袂记切换 ADOPT 吼，好 ADOPT 吼。You can adopt an heir of when you adopt something, you consciously select it and accept it as your own 啊，这就是 adopt 这个本来的意思啊。所以伫英语内底，这个 adopt 无迄个本的意思，就是你甲选来接受伊做你家己的吼，变做你家己，成做你家己的吼，叫做 adopt 哦，所以。意思比本较好啦吼，本你就知影台语内底足侪用词吼，迄个讲法其实较早迄个善用时代吼，迄种家战时代的人的迄种思考方式用分的吼。啊，为什么分？因为较早饲袂起的时阵，就只好分互别人吼。所以即个动词内底背后迄个意义吼，其实有文化的即个脉络伫内底，有文化的背景伫内底。嘛，迄当阵社会运作的迄个方式伫内底吼，所以用即个本字，就是安尼意思吼，就是后壁有遮尔多复杂的物件伫遐啦吼。为啥毋用 adopt？ 为啥毋为啥毋接受一个养子，是分一个养子，就是安尼来吼。啊，当然。所以你即嘛，你咧讲话时阵，你要有意识，你要知觉着，有时你用经字的时阵，爱小注意吼，经较好的字吼。我说较好的就是讲，莫有迄种歹的思想啦、落伍的思想啦、毋好的思想吼。尤其是各种歧视的即种意义伫内底吼，上爱禁一下吼。好，即嘛叫做政治正确啦，但是政治正确毋是我所要表达的，毋是我所要要求我毋是讲一定要政治正确，是你本身你爱家己有知觉吼，爱知觉着吼。好，分去做养子吼。啊，你若以前嘛，你若无爱用分，你要安怎讲？就领养嘛吼，领养互净水溪边。丁秋英是吼领养去做养子吼，后壁免遐楼梯啦吼，就是互丁秋是领养，安尼就会使吼。后来，即摆姓陈的亲人也故叫来光志勤吼，即摆。就是这是当时1897年嘛，啊，咱讲1896年2月15，即个生后生啊嘛吼，生即个金星啊嘛吼，过长年吼，哦欢喜。虽然我毋知金星是姓陈啊姓丁吼，都甲
就请人扛轿吼，请轿来扛即个祭勤吼，去要看老热吼。当然无可能老母家己一个去嘛，绝对是抱婴仔去吼。所以你知影吼，即个小说咱咧写后壁迄个无写出来的意思是安尼啦。即摆生诞的亲人也顾轿吼，顾轿就请扛轿，请轿来扛啦吼，顾轿来扛祭勤。去要看老热吼，看老热当然毋是干那去看尔吼，原来去互因请。一般台湾做老热就是迄一暗吼，应该是迄一暗嘛吼，会办甲足青草啊，请一寡亲戚朋友来恁兜斗老热安尼吼，还是讲看老热吼。当然毋是干那食尔吼，嘛有通看吼。一般台湾迄个。迎老热的时阵，有比如讲有前台有做轿啦，吼做轿歹势做轿吼。时间刚够，剩6分钟吼，等下再查即个轿哩吼，做轿吼，会当看迄个诚水迄个，那白楼就对啦吼。啊，有诶可能有一寡活动，比如讲有啥物家将啦，那有诶无诶吼。我遮久毋捌看老热了，我嘛毋知即马到底有啥吼。我讲足久，毋是干那10年、20年尔吼。我最后一道看，可能都已经读初中的代志啊吼，可能已经40年啊。好，好来，就来查一下即个咒字。我一直毋知影即个咒字到底什么意思吼，我今仔日大家学一下。做咒的咒。CHIOH 可能是安尼啦吼，我嘛无介确定。还个切换一下 CHIOH， 毋是 CHIOH 哦，所以是第三声吼。这是我的一个问题啦吼，我的第4声甲第3声其实我是分袂出来吼。照第三声第3调吼，过说是地方为着要感谢或者是祈求神佛等等的保庇所举行的祭礼，就叫做照吼。所以即个本身就是即个意思啊，就是祭礼的意思啊。吼，我较早拢想讲做照是啥物莫名其妙的物件，迄个拜楼是毋是叫照咯？我咧较早拢想讲迄个拜楼就是照吼，做照吼。平安照吼，水照就是水照啥物意思？防止水灾或者是咧祭即个饮水的死者的祭祀吼，水灾或者是反正就是饮水都市的啦吼。即种祭礼吼，叫做水照，做水照吼。照坛就是我照坛，就是我拄则讲迄拜楼咧，伊是其实叫做坛吼坛。应该大家拢看过吧？照坛。这个照坛吼，拢做甲诚哦。这外国人，你若有机会有朋友外国人哦，带伊去看，像绝对是互伊开眼界哦。我记得我做囡仔时看嘛，感觉哇，做甲真正是开眼界吼。好，这个是照坛吼。我即马你查网络顶的相片啦吼，照单相片。好，所以这照字就是安尼吼，看老热吼，做老热吼。好，剩2分钟。厝边有一个善香老婆仔，叫做义姆嘛。厝边免过说吼，有一个善香老婆仔，善香就是
其实台湾人较袂惯是安尼讲吼。善乡就是台湾人较惯是讲善车吼，善车人，善乡就是善车吼。这是厦门腔啦吼，厦门音啦吼，所以袂晓袂要紧啦，知影意思就好啦。善乡，你伫台湾讲善乡，即侪人嘛毋捌听过吼。善乡人吼，啊是善乡老婆啊吼，老婆啊就是老妇人人啦吼，老妇人人，伊名叫做义母吼，一般咱尊称啦吼，啊可能叫做姊，叫做母吼，啊你着大约啊看迄个年号吼，你若感觉迄年号比恁老爸老母，一般参考点就是你老爸老母啦吼，你看比恁老爸老母年号较大诶吼，就叫母吼，啊看比恁老爸老母较少年诶，叫姊吼，义姊义母拢会使吼，看你啦吼，啊所以即个绝对是有年号啊吼，叫母吼。当然，你为着要互伊听了较爽，你叫姊可能较少年吼，但是袂啦，伊讲你像我30、40岁啊，你搁叫人姊，你不如你叫姊吼。好，义母嘛吼，伊也去因亲人兜吼。我无介清楚即个因是啥物人吼，是指即个志勤甲大川是因的亲人，就是即个丁秋英氏啦吼，应该是啦。这无重要啦吼，伫咧伊原来应该是去即个丁秋英氏兜吼，啊，所以后手会发生的故事含即个义母嘛有关系，吼，会甲讲可能甲讲一寡代志。好，今仔日读到遮啦吼，啊，因为大家拢无法度读吼，我也听袂着恁的声，恁也毋知听着我的声，我嘛毋知。好，安尼我到遮吼，我谢谢你。我要来关房咯。好，好，安尼有看到啦吼，感谢，再会。